其實係困擾我㗎嚇，尤其是我係一個表演者。幾廿年前咧，我拍套電影咧叫《黑玫瑰》嘅，就係有一啲好大嘅動作，大動作一踢個右腳嘅時候，嗰個左腳都啪一聲，咁即時咧就好痛啦。第日咧就即刻睇醫生，退咗驗之後，咁我繼續工作。我個女咧就同我咧揾到呢間公司啦，佢話不如咁啦，我哋同你做一個 MRI 啦。照咗之後咧就發覺膝頭哥咧就有少少退化，正常嘅，因為以我咁嘅年紀，但係咧我半月板咧亦都有啲發炎嘅，用嗰個方法係衝擊波，就係做到第二次嘅時候咧，我就感覺舒緩咗。你唔會咧久唔久覺得有少冤啊？冇啦，唔錯喎，因為呢樣嘢困擾咗我咁多年啦，能夠咧消炎，保持翻嗰個血液循環，令到嗰個膝頭哥唔會繼續退化嘅話咧，對我嚟講係一個大喜訊嚟嘅。